边看很久了。你等去看麦啊！你等去看麦啊！你先拍零件我有看的哦。我教囡仔，教囡仔袂使安尼拍，你摕棍仔拍哦。我无摕棍仔，我无摕棍仔，我是用手来拍呢。啊，你甲拍到遐大，我就看的哦。嘿嘿，好，我有看的啊，我会使做证啊。你拍囡仔拍到安尼，我会使做证啊。好，无输。知道。你要有什么事不是他打小孩打得很严重，我在旁边看很久了。我无牙棍仔个拍。我知你无牙，啊，毋过你甲拔到安尼，用手甲刮，你用手甲刮，我有看，你用手甲刮。我来拍者。你搁拍，我搁拍，拍靠到安尼，你搁一直拍。妈妈都无法度动。你叫个有啦？林相，我囝啦，我某啦。不要哭了，弟弟乖，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放着，警察要当证据。你是？我在路边看到，他打得很严重。好不好？你这边都不要再摄影，我们可是他刚刚要动手打我我阻止他要动手打我。你莫插，无你的代志。好，我甲你讲一句话尔，无你的代志。我回家，我可以回家。不行，你不能回去。怎么回事？他没有翘课吗？啊？他翘课吗？对啊。他就平常都不。那是他爸爸吗？对呀。啊，为什么要这样打小孩？对呀，刚才打人家。像这个打哦。用这个棍子。对呀。啊，为什么不报警？你让我吧，我不管。为什么？弟弟的，阿姨带你去报警，走，阿姨带你去报警，走，快点来，不要哭，走，阿姨带你去报警，快点，不然你会被爸爸打死，走，我带你去报警，走，快点，不要哭了，走，阿姨带你去报警，让爸爸这样打小孩的，不准哭，不要哭，不要哭了，阿姨带你去报警，乖，不要哭，走，不要哭，就算小朋友不上课，他也不能这样打小孩吧？还想跟我动手，我录影那有本事动动看，王八蛋。走，不要哭，乖，阿姨带你去报警，不要哭，不要哭，阿姨录影的哈，不怕，没事，不怕，走，阿姨带你去报警，不要哭。啊，你是他妈妈吗？那为什么你先生动手打小孩，你不阻止嘞？为什么他打成这样子？我看他快把他打死我在旁边已经看好久了，你知不知道？不要哭，走，阿姨带你。我要先谢谢一下我们那个热心的民众他做一个通报嘛那其实到警察局通报之后，警察这边也已经做通报了。那社会处呢接到这样子的一个通报案之后，我们也即刻已经有到家里要进行关心跟访问了那初步的了解呢，应该是就是爸爸妈妈跟小孩子，然后爸爸是对孩子的管教上面呢不太恰当不太恰当。那如果我们关心之后，如果确定真的是过当的话，或许我们会来协助来申请一个保护令，来协助这个案家。那这个父亲是不是长期对小朋友做施暴的动作小朋友是不是常翘课还是怎样？这个目前我们还要再进行了解，进一步了解那可以了解的是，我们有跟家人联络上，没有跟警察局这边了解确实是就是在管教上，平时在管教上就是不太恰当就是爸爸或许会比较容易动粗啦，对。那他们是不是高风险的家庭目前查是没有，目前查是没有。妈妈是外配吗？妈妈是外配，对，可是她已经有我们台湾的身份证了，对，所以应该是在台湾住一段时间了。那其实这个案子社会处呢介入之后呢，我们应该会就是经常性来关心这个案家啦，对。